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太福音第3章。当时，施洗者约翰来犹太的旷野得传道，伊宣扬讲：恁着悔改，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伫讲的：有啥伫旷野得发，着为主准备道路，为伊修直小路。约翰穿骆驼毛的衫，腰下披带，所食的是草莓甲野蜜。有真侪人对耶路撒冷、犹太逐所在甲约旦河一带来伊遐，真侪伫约旦河对伊领受洗礼。约翰看到真侪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人嘛来领受洗礼，就对因讲：恁遮的毒蛇，什么人经过恁闪避上帝得要发的受气，着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。恁毋通家己想讲：亚伯拉罕是阮的祖先。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当用这个石头做子孙，互亚伯拉罕。斧头已经看伫树头，所有无结好果子的树，拢要家己插起来，迄落火。我用水甲恁洗礼，表示恁已经有悔改。毋过，伫我后面得来迄位比我较有权能，我连家己寒话都袂堪得，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。伊的手摕簸箕，要将麦埕的麦拨清气，麦仔收入仓库，麦香就用麦花的火甲伊烧掉。迄时，耶稣对加利利来约旦河约翰遐，要对伊领受洗礼。约翰要甲伊阻止，讲：我应该对你领受洗礼，你反转来找我。耶稣应讲：咱现在安尼做，接下上帝一切的要求。约翰就同意。耶稣领受洗礼以后，随时对水面起来。忽然天为着伊开，伊看见上帝的神，亲像粉鸟降落来，歇伫伊身上。佮对天有声讲：这个是我所疼的囝，伊我真意爱。